你敢支持台湾的普通宪法维持死刑？律师你好，有人的意见是，自从113年宪法第8号出炉了后，宪法法庭有明确死刑适用的范围，条件嘛是上严苛的。在这个框架之下，要搁执行死刑非常的困难。考量现状了后，为什么恁搁继续坚持废除死刑立场？会为什么？好，头先2025年到台湾已经有2个死刑判决，所以讲台湾即马要判死刑，毋是一件足困难的代志。过来，即马台湾社工的能力欠缺，司法单位的约束，要求就紧张，但是咧，死刑就亲像国王的生意，若是画出来，大家都假做，这个社会有变甲更加安全。所以讲人民毋捌复杂的刑事政策，杀人嘛袂使解决问题，但是咧，人民介意来杀人，而且杀人是一件足简单的代志，所以讲政治人物为着人民的选票，自然就会选起来杀人。所以讲，咱支持废除死刑因为死刑只是政府要骗你社会有更较安全的白插会。我认为，若是废除死刑了后，政府才袂使家己糊弄，政府才有法度真正来面对咱要互社会更较安全的问题。我有一个问题啦，就是头拄同学因拢有提出家己的问题，既然问题遮济，都来办一个公投就好啊，安尼问题就解决啊啦。我想要知影讲，要公投应该有足侪题目但是咧，台湾即马就是依然有死刑而且若是真正对宪法判决的内容有受法其实这就是一条法律咱其实会当透过立法委员的修法来解决大家心中的问题所以讲免开几啊页搁办一届公投。所以我之前就咧想讲，为什么一开始要公投中常会搁讲不来我即马知影就是立法院因就会使决定这件代志安尼啦。你嘛知影你嘛知影我拢知影，我知影，谢谢。